我跟你说了，不要让我拽你，知道吧？你想走了，你就把口罩戴着。我一直在找，好吧？我找家里我地方，我回来你再找我地方。有点电跟的。我本身不想打110，就你这个态度，我跟你说，打了110，叫你弄到拘留室，不拘留你也得拘留你2小时。戴上，不要，戴上，戴上。